这一章啊太重要了，各位，你没有听到的人就很可惜了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我们来看这一章，偶益大师啊，我们后来知道说，原来他是释迦牟尼佛乘愿再来，不停的转世来救度众生。经典记载，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有8000次了，不停的来世间泯念到众生的修行，有时候偏差了，修的时候不能相应了，结果呢糟蹋很多生命了，浪费很长的时间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忍心，一而再再而三这样接二连三的他来这个世间，乘愿再来广度一切苦海众生。所以你看偶益大师，这是我们净土中的第9代的祖师。实际上在很多经典的善书的描述，根据他的资料研判，我们知道原来他是释迦佛陀的再来人。他告诉我们，光寿名号，光寿名号是无量光无量寿，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，对不对啊？你们都知道的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，皆本众生建立的，完全是依据众生的需要而出现的名号。众生什么方法都跳不出去，什么路都没有办法走得通，他一定是受到业力的束缚，一直不停的轮转讲，不停的六道轮回。所以这个光寿名号是怎么出来？是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大愿大力，他根据我们众生悲惨呐、可怜呐、轮回受苦啊，不忍心，所以他依众生的需求，他建立这个名号，以生佛平等，能令持名者光明寿命，同佛无异啊。他说依照众生跟佛是平等的，我们众生为什么众生？佛为什么成佛？因为我们众生习气太重嘛，我们业力太深了，贪嗔痴慢疑以外，我们对世间不懂得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你也不会将这个真理来应用在你身上。我们一出生就很容易受环境的污染诱惑了，把这个外在假的东西把它当作真的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个环境的诱惑。所以你看众生就永远都是众生，因为习气很重，我们的内心不平静，妄想杂乱太多了，散乱心太重。但是我们本来跟佛是一样的，佛也是众生，但是他知道怎么修为，习气完全转换了，所以他现在变成佛了。所以我们都是平等的，佛性是一样的，佛有的东西众生也是具备的。能令持名者修持这个名号，能够一心不乱，一心就叫你专心，不要杂乱哦。持名，持就是你抓着不要放，紧紧的靠这个名号。修持这个名号的人，光明寿命，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啦，寿命同佛无异，跟佛是没有差别的哦。原来道理在这里。所以偶益大师告诉我们，一切最终啊，所有轮回在这个六道生活娑婆世界当中的众生呢，我们造罪是无量无边，无穷无尽。但是一切罪的当中，疑罪为罪。什么疑罪为罪啊？就是你怀疑所产生的罪业是最重的，是最厉害的，知道吗？本来佛就要救度你的，但是你不接受，你不愿意承认，那你无形之中你诽谤佛陀嘛，这个罪是很厉害的，是最严重的。一切功德信为其首。我们呢在世间有时候突然间起了慈悲善念，我们愿意为众生付出，解决他的困境，难得。这个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嘛，这个功德都很殊胜，很伟大的。但是一切的功德当中，信为其首，就是佛告诉我的话，我绝对深深的相信，不去怀疑。我知道我一念佛，佛要救我啊，感恩。所以我是用感恩的念佛，信心的念佛，这个功德是最大的，这是第一的，至高无上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，哦，原来我们念佛法门呢，
建立在哪里？一个信字，我要绝对相信，我不去怀疑，不是那种听了以后好像很肤浅，好像有一点进退两难，犹豫不决。这种情况下，各位，你这个心没有建立深深的相信，没有深信，所以蕅益大师苦口婆心的透过这几句话来告诉我们大家：有信的人，你就要好好念佛，绝对往生，绝对成就，绝对解脱。如果你不信，那你继续轮回，继续受苦，一而再再而三，每一次都是要受到这种生死的折磨，这个是很悲惨的。所以佛不忍心，他不舍弃任何苦海众生，因此他用这样的方法，用这光明的名号来救度我们。我们一定没有第二条路选择，佛讲的话不会欺骗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深深相信，好好的持念，最后临命中得到名号的救度，我们顺利的往生，生死轮回把它斩断了，以后就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好，我们借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互相来勉励，这是蕅益大师告诉我们的话。我们很感恩阿弥陀佛，感恩蕅益大师，感恩诸佛菩萨的加被。希望我们大家增长智慧，建立信心，勇猛精进的念佛，大家同时发愿西方，我们成就道业。阿弥陀佛。